60秒一場旅行，同我一齊出發。雲前城啲櫻花勁靚，成個公園都係粉紅色花海，真係靚到震，春天必去啊！雲前有清心園最出名嘅蘋果，仲有好多特色蘋果批同蘋果汁，如果有時間仲可以去果園摘蘋果添。清心 Aspen 個 A 字建築好特別，入邊可以食到新鮮海鮮，仲有好多清心特產買，必去啊！8月去清心，梗係要睇睡魔祭啦！啲巨型燈籠花車好靚，好震撼，仲好熱鬧添啊！八甲田山夏天山頂好涼爽，風景又靚，秋天仲有紅葉睇添，搭纜車就上到去噶啦。步入奶溪流嘅瀑布好靚，一邊聽住瀑布嘅水聲，一邊呼吸空氣超清新，好舒服噶。今日嘅旅程就嚟到呢度先啦，記得訂閱我，每日跟住我一齊60秒精彩旅程。